家人伫古早海运的时代是真热烈，发展出委托行的文化。也毋过，这款文化也渐渐失去光彩。即马是透过返乡青年的创意，重新把这个历史编出来讲，让在地人会当感受迄当阵的繁华。阴暗7点半，青春咱的梦，带大家斗阵来欣赏委托行街区，来体验家人港的风景。我卡落来，卡落来。旱灾的期间，美军需要家人港执行补给的任务，所以形成苏当时真加野的咸水会委托行主路。不过对时代变迁，嘛渐渐加入历史。即马有回乡的青年，因为唔甘历史放放袂记哩，因做伙来进行相款，运用专业甲创意，彰显委托行的模样。在传承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大家就会更认识委托行，因为伊就会去听到讲哦，较早的故事，像要安尼走，哦，也意义是啥？透过设计物，然后就呈现地方的故事，然后给更多人知道。然后我觉得，会当做这块代志，就幸福诶，这样对。虽然天乌阴，阁落湿湿啊雨，委托行街区一年一届重要的活动成功日，也是成袂少人伫来甲遮，共同参与委托行点灯的活动。在地点头甲表演团体是拢真拼死，希望互街区有新的活力。有这个所在，互我唱歌，互我表演，了才有现在的我安尼。看到他们这样，我都来看，都这济老的啦，都有很高兴啦，欢迎你们大家一起来。已经衰微的委托行，伫家人的少年家因的拍拼之下，当慢慢兴起来。这条路虽然辛苦，不过这家人囡仔用行动和家己故乡的文化，就亲像点灯的灯火同款，继续伫这个河道发光。记者陈南珠、陈建宏，家人报道。